好来，乡亲啊，过来看这个立法院删减掉中央政府的总预算，行政院爱地方政府共同来分配，所以要甲中央和地方的一般性的补助款统一来删除，结果是引发着地方强烈的反弹。立委黄国昌伫今仔日的议会提出着主决议，要求行政院马上甲一般性的补助款到月拨予地方。行政院长杜英泰回应讲，中央政府毋是魔术师，无法度无中生有，所以必须爱伫个上困难的状况下做一寡财政的调整。到主席休息室，我们继续进行沟通。现在休息。就惊讲又搁引起朝野的战火，立法院长韩国瑜赶紧叫这东边去协商。毕竟民进党的立委已经早一步伫议场的中央放黄国昌真大型的相片，会安尼做，拢是因为进前的这句话，一定会让大家非常有感。针对中央政府的总预算，民众党讲要剁甲人民有感觉，是讲这大刀一个剁落去，行政院为了补济被删掉的636亿决定呢，统一删减中央和地方的一般性补助款27.3%。行政院表示讲，这是依照地方制度法甲财委法相关的法规，是讲这声唔但人民有感觉，连地方政府嘛会听，骂中央讲是咧凌敌地方。中央政府不是魔术师，不会变魔术，也不会无中生有，经过释宪。会让整个财政收支发分法在明年得到合理的调整，但目前在释宪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做最后的决议，我们只能在现在依中央政府最困难的财政，请地方政府共同来分担。行政院长杜英泰话讲了正白，也过黄国昌放掉讲要伫议会提出主决议，要求行政院马上将一般性的补助款拨予地方补甲重。谁删地方补助啊？就是卓荣泰删地方补助。立法院有删地方补助吗？现在还要把自己违法乱纪的锅甩给在野党。黄国昌自己作为始作俑者，还敢提案，就是急切的来甩锅。我真的应当要送一面镜子给黄国昌，自己好好把这个自己的妖魔鬼怪自己照妖镜照出来吧。虽然行政院强调讲一切依法，不过补助款被抬掉，这点什人应该负责？调也拢讲对方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